扭開收音機，何其難過。聽得到的新聞，全場離不開救命。由舊樓分析的氣象，到處怨氣散佈，人人惆悵。交不出的租金，長年留守於暗角，為了那幾百尺來打仗。想買樓住個家需要錢，但怕如發達有怪密碼換印花，可是世人驚怕。想養吧又養嗎？需要錢造化，窮最後卻像似是個罪嗎？就怪這雙手太痛花。你有運會去救贖世人，你冇運似廢鐵垃圾人低等我，以價去換愛，怎麼可以重生？想買樓住個家需要錢，但怕如發達有怪密碼換印花，可是世人驚怕。想養吧又養嗎？需要錢造化，窮最後卻像似是個罪嗎？就怪這雙手太童花。今次成張碟嗰個方向，就算個風圖咁見到，其實 Red Noon 係喺人群之中嘅，即係其實你哋走到去嗰個社會嘅中心裏邊嚇，去感受。我哋都唔係一隊脫節嘅樂隊嚟嘅，我哋都走在人群入面嘅。咁鬼敏感嘅，你真係邊個話你脫節咧？同埋感覺上 Red Noon 而家係咪個狀態係身心啊，都係越嚟越好啊？即係譬如同之前出 Revolution 之前嗰段日子去比較起上嚟。係嘅，因為嗰排抑壓咗太耐啊嘛，因為太耐做唔到一樣嘢，咁嗰陣時都未去到最好嘅水準嘅。出完 Revolution 之後，技術上又好咗啦，即係音響上又好咗啦，咁個人嘅準備都好咗，因為我知道 plan 咗嚟緊會有啲咩發生，每一樣嘢都一路好緊。係咁啊！上次傾偈嘅時候都已經講到啊，其實今年成年嘅 schedule 都已經定晒，排好晒今年要做嘅工作。其實你哋本身係真係比較 enjoy 中意呢一種模式，其實係有 planning 嘅，即係你又記得㗎，係嘛？好記得記得佢哋有 planning， 係 plan 嗰個做緊嘅都真係啱啱好 on time。係啦，其實係中意咁樣嘅，係嘛？即係反而都唔係嗰種中意煮到嚟就食嗰啲。係啊，我哋唔可以嘅，因為我哋一冇 plan 咧，我哋就撇㗎啦，尤其是我啦。係啊，佢冇 plan 好恐怖嘅。你叫極都叫唔喐，即係我係一定要望到一個 target，跟住就一路行。即係個紀律係要自己俾自己嘅，即係都一定要定啲嘢俾自己咁樣。即係我哋可以捱得嗰啲人嚟嘅。係係。咁如果我哋定咗一個 target，我哋就會點樣死都會死出嚟咯，同埋逼人哋死出嚟。因為好多人幫我哋手，即係我哋監製 Jeffy 同埋英師傅咧，佢哋嘅投入程度係好高嘅。係啊係啊，真係要好多謝佢哋。假使掉頭未認真，白讓理想在路後面不見天。這一次若趁早自
Red Noon 嘅不死之戰機。稍後嘅時間繼續有佢哋嘅音樂人對談，仲會介紹下呢一首嘅勵志作品嘅，轉頭翻嚟繼續聽。